在这个主日，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忙，工作压力或是很多事情不如意的，我们要把全心放下，我们要来这里聆听神的话语，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心要放下，我们的心才能得自由。我们要依靠神来得胜，不管我们的心境怎么样，我们匍匐在宝座前，我们单单仰望我们的神，我们单单仰望我们的神，我们渴慕他，我们渴慕他，透过他的话真理来喂养我们身心灵更强壮，身心灵得到饱足，身心灵得到健康。这个时间我们来告别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忠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我们等一下唱这一首好喜欢与你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爱里面，我们要互相来握手，我们互相来陪伴，互相来鼓励，互相来安慰，互相来分享，互相彼此来代祷来祝福。因为我们在主里的爱里，我们是没有孤单的。我们用华语来吟诵，我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诚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
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我们敞开心房，敞开心房，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再一次来，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打开你的心房，让主的真理的占满你的内心，因为在主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他是应许给我们的，我们呼求他。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挂虑，我们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困扰我们的，但是神不会不睬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赞美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芥菜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我们要敞开你的心房，敞开你的心房。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事情让你裹足不前，但是你没有放下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尝试到神给你赞美的甜蜜，赞美的幸福。我们一起来大声来唱。芥菜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信心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就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
的应许，你的应许，你的应许，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你的应许，你的应许，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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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荣耀归给神，将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他是珍贵的，他是配得我们来敬拜、我们尊崇的，他是尊贵的，他是圣洁的羔羊。我们要俯伏在他的面前，宝座前，我们就专心专注来敬拜他。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他，因为主的光要清洁你心神，他要赶走你一切不好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要靠主来得胜，我们要靠主来得胜。我们安静心，我们来高举神的圣名，我们来高举主的圣名，我们要高举主的圣名，我们一起来颂赞。全能的君王，尊贵的君王，我们敬拜你，尊崇荣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用心灵来吟唱，我们用心灵来称唱。君王要安慰你的心灵，君王要让你的心得到希望，君王要让你的心得到平安，君王要让你的心放下。高举你的名，从头我们再一次。大能的君王，尊贵的君王，主，我们谢谢你，你是配得我们的尊崇来敬拜你的，你是尊贵的。我们知道，我们仰望着你，我们前面的道路，你会为我们来摆平。尊崇荣耀你，我们高举你姓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能力，我们高举耶稣的名。全能的君王，主啊，我知道，或许在过去我们受到很多的伤害，或许看到很多让我们觉得愤愤不怒，我们没有办法释怀。主啊，我们在里面，你里面你的爱来释怀我们心中的怨恨。大能的君王，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
分，让你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平安，得到释放。我们高举耶稣的名，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能力，我们高举耶稣的名，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能力，我们高举耶稣的名，我们高举耶稣的名，我们高举耶稣的名。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的心真的很感动，因为在赞美之中，我们感受到神给我们的力量是这么强大，生命是那么甜美的。当我们在颂赞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安慰我们。我们知道，因为有人的心中很多在过去很多事让他不释怀，或许在他的生命中受到很多的这种伤害，但是当我们愿意在主你面前来降服，当我们愿意在主你面前把我们的伤痛摆列在你面前，主啊，你让这些兄弟姐妹的心得到安慰。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以后的生活，我们谢谢你，你无论是白天晚上都这样不停的照顾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紧紧挖住你的手，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你真实的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显出彰显神的爱。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有主来陪伴我们走到最后。我们谢谢你，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有感动的，也能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继续为我们的教会福音的工作来代祷跟奉献。邀请你，我们一起在奉献当中纪念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奉献，能够再次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回应的诗。我心属于你，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彰显耶稣，你是如此爱我。单单属于你，
心一起来念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牧师要来做我们教会大条教会的消息跟报告。那在我们的我们在总会在4月27号，我们在下午3点半我们有一个无尽的爱宣教160周年的感恩音乐会。那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采实名制，也就是说是免费入场了哈。那如果有弟兄姐妹愿意参加的，请在楼下能够填写一下资料。那我们是实名制。那我们在6月15号举办长老教会的160周年的联合礼拜，在高雄的凤山体育馆。那我们本教会依然还有聚会啦哈，所以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蛮有纪念性质的160周年感恩的礼拜，那我们能够在楼下1楼的这个公布栏当中有可以做填写名字哈。那我们在下个礼拜是男神纪念主日，那也请大家能够为男神关心代祷跟奉献。那我们在每个礼拜3的门徒训练课程，我们时间改为7点半到8点半聚会。那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心想要参加，但是你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实体的聚会，你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线上一起观看。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也就是在充满主爱的生活。那我想问各位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主的爱？爱心可能会有啦，但是要有主的爱好像有点困难。就好像你有没有妈妈的爱？我记得我以前我的爸爸都会说你要学习像你妈妈一样要有爱心。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妈妈的爱是什么？我们就会想说她做什么事，我们就跟着她做什么事。那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基督徒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充满什么样子的爱？如果你的爱，你会发现基督徒每一个人的爱心都不太一样，有没有发现？好像有些人都特别热忱，有些人的爱心又特别的让我想要学习，可是我又做不到。所以呢，我就在想，每一个人都时常渴望被爱，可是却很难去体会，甚至实践出来那份爱。那甚至有些人呢，他是因为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创伤，而他不知道怎么样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建立关系，而给予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建立关系，往往是因为我们的心中那份爱是有问题的，并不是真的神所喜悦要我们拥有的那份爱。那我们要了解，上帝本身，我们所信的上帝本身就是什么？他就是爱。所以有人问说到底神是什么？你信神是什么？你的神是什么神？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人这样问过，你的神是什么神？自有拥有的神。那我们的妈祖，我们的谁也是一样啊，他也认为有懂吗？他认为他有，是人赋予他有的。那我们在具体的形容我们的神是什么神？是一个有爱的神，是一个讲爱的神。神就是爱，这是我们今天所要一起来看待的。如果神就是爱，那么我们信徒基督徒的生命就应该要有什么？应该要有主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主的爱，你的爱就会产生问题，对吧？好，这个应该能够好好可以理解。
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4章7到8节，我们看左手边，我们一起来念哈。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说上帝？我们的神就是爱。所以要形容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所信的神，你就要能够形容什么是爱，懂我意思吗？可是往往人容易形容这个爱吗？好像有点难，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上帝。就算我们说认识神，可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认识他，我们是知道神，我们并不认识神。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了解什么是神，我们所认识的上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他是爱，讲爱的上帝。所以爱是上帝的本质，也是一个真正属上帝的儿女应当要有的生命力。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凡有爱心的，就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所以反过来讲，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就会认为你不属上帝，你也不是上帝所生的，也就自然而然在第7节你就没有爱心。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讲说我有爱心的，你就要知道我是属上帝的，我要好好去认识上帝，要知道怎么把这个爱心用在对的地方，甚至怎么样在我的家庭、在我的朋友之间来建立那个爱的关系。所以这个不容易啦。好，今天我们谈的有点会跳来跳去，有点感觉好像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重新的去建构、去架构。所以牧师要问各位，若有人缺乏爱心，他有办法真正认识到上帝吗？应该很难，因为他的爱心，他的心里面不会去想到底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他想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比较居多。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并不是透过有爱心去做某件事情而来得着上帝喜悦，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心中是有基督得救的生命，而重新流露出神的爱。所以这个概念，我们今天要一起来了解。曾经有一位基督徒他过去总是对人充满防备心呢。你们觉得一个人他对人有防备有防备的时候会怎么样？讲话比较保守，而且呢，他还会怎么样呢？别人对他关心他会很容易去误解别人。好，我举个例子，假如一个有防备心的人你靠近他，你好吗？这个人从来都不会跟我打招呼，突然间问我你好吗？然后再加上他的防备心，他会怎么样？好假这个人很怪，这个人怎么样？他会去曲解一个人他的好意，曲解一个人他的善心，他的爱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心中他并不是出自于对主的爱，他也没有主的爱去爱人关心人，虽然说他不会做坏事，可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很难让人感受到他是上帝的儿女，甚至人家也不会因为他是属神的，他是基督徒而愿意跟着他来认识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就要了解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主的爱，我们的心中怎么样充满主的爱，去实践神所要我们做的动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要了解到，跟你前后左右的朋友说，你的心中要有上帝的爱。那个我们距离还蛮远的，对不对？好，我们可以的话来从牧师娘这边我们坐过来这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坐过来这边大家坐在一起会有那种热情会感觉不会很疏远好不好？来，那个师母小朋友，我们一起过来，那个鱼我们一起过来这边，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这样牧师不用动作不用太大了牧师可以专注在这边讲话，会比较方便
好，来，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了解，我们如何充满主爱的生活，这种生命力该怎么样来做？我们有3个，从经文当中要跟我们分享3个重点。第一个，爱是从神而来的，爱是从神而来。这个爱不是一种人类的情感，不是单纯的人类的情感，而是来自于这是上帝的属性。所以我一直发现说，基督的爱真的是我们最难学习的。甚至你会发现说，有人的那份爱，你会看见他的爱是为了某件事情在做，而且是为了上帝，好像为了某一个人在做的。所以他的爱心是源源不绝，有很大的动力跟量能，甚至他的爱不会让他灰心。即便你看他在做的行动上面很辛苦，可是你就发现他的爱心十足，而且充满喜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爱第一步，前后左右说一下，爱是从神而来的。好，不是单纯你的情感，你今天睡得比较饱，你今天心情好，你这个礼拜赚钱赚得多，你的爱就特别十足，不是这样。爱一定要从神而来的，这是神的属性。好，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约翰一书第4章里面第9节到第10节，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啊！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显明，是因为什么？对，第9节的前半段，好，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显明，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生命啊，懂了吗？所以我们原先是一个罪人，当我们有领受到这个救恩的真理，知道耶稣救了我们的灵魂跟生命，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心中就要有爱，有基督的爱，有愿意奉献牺牲的爱，学习这样的心智。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爱在基督里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活出主爱的生命。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是什么？爱是从神而来。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神的爱在基督里显明。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爱不是单纯是一个讲爱而已啊，爱来爱去，不知道在爱什么。你要知道这个爱是有目的的，这个爱是非常明确的，它是从神而来的。第二个是借由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好，第10节说，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什么？乃是上帝先爱我们呢，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有没有清楚？非常清楚了哈。牧师是用圣经里面直接倒装清楚的表达，让我们明白圣经节要怎么样去读，让我们更清楚知道神所教导我们的真理，上帝的爱如何来显明。既然上帝的爱是在基督里让我们看见显明的，那么我要问各位，请问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这具不具体啊？具体吧。好，圣经里面西元、公元是什么？耶稣诞生的时间。那西元前呢？叫 before Christ， 是基督之前。有没有发现是以基督哦？这在我们的全世界里面，公元前、西元前跟西元后，它是用这样来定义的哦，是用耶稣哦。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哦，是一个非常明确。既然神的爱透过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抽象的，它就是透过行动在证明，告诉我们，为了要救我们的生命，挽回，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罗马书第5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如果你要了解神的爱，你就要了解到什么？你是不是一个罪人？如果一个人他不会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就很难去理解神的爱是什么。
对吧？好，你干嘛这个时候在这边听牧师讲基督的爱，讲上帝的爱？我有爱心就好了，我去做我自己的事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是因为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了解基督为了我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年轻人，我们的学生，他们认为说，牧师你在讲这个爱，我听不太懂。我简单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教会的人要免费的、要无私的奉献时间陪伴你们？应该对外人来说不太可能，对吧？外面你要请人都要什么？都要 money 的。钟兰，你现在会不会打鼓？会不会弹贝斯？会不会弹吉他？如果真正换金钱来看的话，应该花不到3000块哦，对吧？他有去找老师过了，外面去找老师了。可是实质上，他现在的能力，说真的，可能要花好几万块才有可能得到的一种能力啊。可是他从国小6年级国小6年级他就开始来到教会，然后教会无私的每一个人的不用利益代价的陪伴。我们教导他，告诉他，钟南，你学习教导，你也要学习奉献。所以他就让自己知道说，原来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得着神的爱，我也要懂得回应上帝。所以他也懂得怎么去奉献。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人在不足、软弱、不会的时候，我觉得人都有一种本性，都是在罪恶当中。你不晓得你自己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得救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既然是这样，耶稣的十字架显明了上帝的爱几个重点。第一个，它是无条件的。什么是无条件的？马太福音第5章44节到45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马厩拍狼，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座的年轻朋友，你可能认为我已经在教会了，可是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询问看看，你觉得一个基督徒犯罪？还有不是基督徒犯罪，哪一个人的罪恶最大？基督徒的罪最大。还有没有？应该也有人说不是。我认为是都一样大。为什么？因为罪都是让人死啊，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啊，对吧？但是救恩却是一样的，这还合理啊。如果基督徒，但是如果你知道不应该做，但是你又做，那我觉得可能会加速你离开神的救恩对吧？会加速你离开这个救恩救恩永远存在，但是人却会因为你继续犯罪而快速的离开这个救恩，没有机会领受这个救恩。但是不认识这个救恩的人，虽然他在犯罪，他最需要的就是有人跟他传道、传福音。所以你觉得基督徒该不该传福音？应该。如果基督徒不想传福音，我觉得那个罪何等的大，因为你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你知道这个恩典却不去传，我觉得那个罪在我们身上，我都会每次我只要想到，如果我的孩子他们没有来到教会聚会，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见主面，我会很难过很痛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很多时候，我们身边有许多朋友，他是在罪恶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会想说，他太难了，太难传福音了，一定要有某些条件上，允许我才有办法去做到。但实质上，我觉得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是，他是用无条件的。我们来想看看，曾经有一个
姐妹哈，她叫丽莎，她在教会服侍很多年，她长时间关怀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的母亲因为经济缺乏困难，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呢，这个 Lisa 呢，她就每天每周花时间来陪伴这个孩子，甚至呢在学习帮助他去辅导他，耐心的看他的生命的转变，一直到多年以后，这个他所带的这个孩子慢慢的适应，然后长大了，他就开始在教会侍奉，就跟钟南一样，从原本不会到会。然后他就在教会里面侍奉。这个孩子的母亲就问这个 Lisa 说：“他说你为什么愿意无条件的爱我的孩子？”这个 Lisa 他就微笑的说：“因为耶稣他也是这样无条件的爱我，所以我也愿意这样去做。”我要问各位，耶稣爱我们，可是我们大部分都不爱我们身边一些行为。可能看起来对我们会有危险的人，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心，对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是耶稣的爱，无条件的。第二个，曾经有一个美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叫爱默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良好的礼貌由微小的牺牲组成。”我从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一直教导我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我曾经为了礼貌这件事情，我爸爸妈妈就因为我们没有主动看到人，没有主动跟人家问候，然后就打我们、揍我们，然后惩罚我们。我就说有那么严重吗？明明都是那些大人们看到我们先，那些大人们他们。既然那么成熟，应该要比我们还要成熟的会去问候别人。在我小时候，我是这样的思维。可是我的父母亲告诉我，你不用去管别人怎么对你，你先做好你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办法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因为被培养这种观念，我只要遇到任何人，即便他是年龄比我小，甚至他的资历比我小，我遇到人，我总是会说：“Hello， 早安，平安。”因为我知道我的心就是这样面对他的时候，别人会因为这样而感受到温暖。所以每一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人就喜欢跟我交谈，甚至开始跟我有进一步的关系的建立。所以我要问各位，你觉得跟人家打招呼容不容易？还好，对不对？可是我要跟你讲，这对我的孩子是一个很重要，我也是这样在教他们。最近我的孩子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他去打了其他孩子，我就去跟师母在讨论，为什么我的孩子会突然间打人？其实他不是打人，他是怎么样？我不是在为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小时候，他们很小的时候在教会牧师的孩子有很大的压力，他们在教会就是要怎么样？看到人都要问候，因为他是牧师的孩子所以他看到人就是平安。我记得我在前一间教会的时候，他们从小200-300个人，他们小时候就已经都在看人，所以小时候他就被赋予一定要看到人就是要有礼貌。有一次我发现说，老师告诉我说，你的孩子在课堂上打到人，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因为太热情了，忘我了，就怎么样，动作太大就打到人了。我就在想，有一些孩子，他们看到人的时候是没有热情的，他们看到人是没有办法表现出那该有的行为反应。虽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我觉得牧师要鼓励各位，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如果我们要表现出我们是一个有主爱的人，一定要学习做什么事？你们觉得该做什么事？做工吗？侍奉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对，主动跟人家问好，就是一个表现主爱的人应该要有的了，应该要有，而且它是一种习惯，而且不用畏惧，因为你知道，你做的是一种牺牲，是不是？现在如果你没有牺牲，你们本来就应该要有了，可是在座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了，对吧？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牺牲。因为原本你不会，你愿意牺牲一
部分的愿意的心，这是一种牺牲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从良好的礼貌当中去微小的牺牲做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像耶稣牺牲的爱。如果你没有办法牺牲很大，你至少先学习小事情。好，如果连小事情你都不会做到了，我告诉你，再什么大事在你身上也很难成就了。我分享一个每次我只要跟萧长老去其他教会募款的时候，萧长老他印象非常深刻。只要我从台上下去，然后我开始去跟他协助在卖泡菜，弟兄姐妹都会看到牧师在卖泡菜的时候，都会说：“牧师，你不仅在台上讲道我发现如果你不做牧师你做推销员也不错了。”为什么？因为热情在你的讲话上面、互动上面。我要跟你分享当我们在教会做任何的工作，或者是在社会做任何的工作，都跟礼貌有没有关系？有啊。你没有礼貌你就很容易得罪人啊，人家也很容易不认识你，而跟你有一种隔阂啊。所以礼貌是一个人在做任何事情当中，都可以显明出他是不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爱默生所讲的非常有道理。良好的礼貌由微小的牺牲开始组成。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耶稣的十字架所显明出神的爱有几个特点。第三个就是挽回的爱。今天的圣经节告诉我们，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啊！上帝爱我们，我们知道，可是你不一定会爱上帝对吧？钟兰，你爱上帝吗？不要牧师问你才讲打从心里面应该不太会，一开始就会爱上帝了，正常吧？对不对？我知道上帝爱我，我知道教会牧师在讲的，上帝是爱我们的，可是我不一定理解我能够爱上帝。我的生命需要去爱人，我的生命需要去回应上帝，这个不一定。但是上帝知道我们有这种心，他希望我们挽回，真真实实的从生命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流的宝血，成为一个得胜圣洁的人，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知道挽回的祭何等的重要，也就是挽回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能够了解到十字架上的爱。第四个，十字架上的爱是什么爱？是复活的爱。我们知道，如果耶稣死了没有复活，我们这个信仰应该也信不太下去了。好难得耶稣那么有能力行神迹、行奇事，还讲那么多有祝福的话，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是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要我们把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怎么做？要不要复活？要不要有得救的生命？要有重生的生命。所以复活的生命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为什么牧师很喜欢看你们听得懂这一些话语的人，你们的生命会不会有改变？你们听得懂，那是 OK 的，非常棒的。但是如果生命没有改变，那你们得着这个真理，其实没什么太大用处那只不过是一个知识懂我意思吗？罗马书8章38节到39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要问各位，神的爱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爱这世上的产业而离开我们，而让我们感受不到？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这个礼拜我在跟同工在了解救恩我就问，救恩有没有可能离开我们？我再问一次，救恩有没有可能离开我们？不会，救恩不会离开我们。可是人犯罪之后，如果你知道救恩是耶稣上帝爱我们的缘故，把救恩给了我们，但是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
起不了作用，那怎么办？救恩会不会离开我们？救恩还是存在，但是你愿不愿意领受这个救恩，那就是另当一回事了。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可能因为世上的死、生、天使掌权的、有能力的、现在的、将来的、高处的、深处的、别的受造之物，而让我们远离了主的爱？有没有可能？他说什么？都不能，懂了吗？都不能啊！但是我们人却往往很喜欢怎么样？往那个死胡同里面跳，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你的生命是有阻碍的，只不过你没有办法呈现出来那种生命，是因为你被世上的人事物，还有你自己错误的观念跟想法。牧师这2、3个礼拜在帮助一位姐妹，这个姐妹她每天她都打电话来问我，牧师，我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情，牧师我要做哪件事情？我就问她一句话，我就问说，请问上帝会希望你这么做吗？她就安安静静的，有点像在小朋友，好像不对，好像不能这样，她就改了，她改了，换了一个方法，他生命就喜乐了。他每次我讲完以后，他隔天他就说：“牧师，我要跟你分享，我怎么样，好开心哦！”我就发现一个人的生命，只要他知道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爱，希望他怎么做，生命就不一样哦。所以我要跟各位讲，提醒各位，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活出有盼望、喜乐的生命，往往是你把世上的世俗的产业，包含很多的让你忧虑的事情占为第一，而忘记了上帝的爱在你心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约翰一书4章11节到12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好，所以前后左右我们看一下彼此，2、3秒哦，放轻松。好，然后跟他说：“我希望跟你有更多的认识。”再跟他说：“让我们一起学习彼此相爱的心。”意思就是说，你心中有任何不好的观感、不舒服的地方，不管是在侍奉、互动上，还有生活里面的，都不要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懂我意思吗？彼此相爱是神教导我们的工作，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让神得着神的喜悦，而且上帝才会住在我们里面。上帝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叫什么？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做一个完全？这没错，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也不是耶稣。但是只要你有彼此相爱的心，上帝的爱就在我们里面。我相信我们能够学习像耶稣一样的样式。所以求主我们，让我们明白，要有阻碍的生命，就是要彰显彼此相爱的生命。好，所以呢，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里面我们知道是最后是谁？是撒玛利亚人，他怎么样去帮助了这个犹太人，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连利未人、祭司他们都不救，都不救犹太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他们是同样都是犹太人，只不过撒玛利亚是因为他们曾经被掳到外邦，然后再回来的犹太人，所以原本的犹太人没有被掳过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不纯种的。所以他们原本都是犹太人，可是最后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是要告诉那一些利未人、那一些祭司、那一些讲究律法，同样都是同族人，可是却有所分别的族类。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要分门别类了，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祝福、彼此勉励。好，那
最后，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总结：充满主爱的生活的实践工作。第一个，我们对家人一定要表达爱，所以呢，好好教导我们的孩子，要有礼貌，关心他们。当你关心你的孩子，教导他，就是关心他的生命，让他的生命没有走在不符合神的心意上面。第二个，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服侍。好，我们现在牧师很鼓励，我们现在华语礼拜人不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礼拜你没有来就影响很大懂我意思吗？因为不是你跟神的关系而已，你还会影响到其他人。哇，我来，大家会很开心呢。我不来，大家会因为我没有来，怎么样？感觉比较少人，就比较空荡。所以我们为什么时常要为我们旁边没有来的人来祷告？好，我相信以前牧师在其他教会，我们一开始华语礼拜都不多人但是牧师期待我们要有一些很多弟兄姐妹，他是听得懂华语，但是他找不到地方，找不到教会。所以我们尽可能可以邀请一些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不是单纯的让人家服侍。第三个，我们要向陌生人展现爱，用实际的行动。所以我们当中像嘉荣，我们在卖的东西，很好啊，把教会一楼很多那种更新，宣传单都把它拿去送一送，让教会这些弟兄姐妹都不太敢走出去发，你就把它拿去。一整叠的很多故事，你只要告诉他说：“送给你，祝福你，里面有非常好的故事，你不用讲，甚至最后你就讲到耶稣爱你，上帝爱你，祝福他，送他，每一个当医生的也可以啊，把他拿回去，每次看诊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送给他，我们的工作都可以做这些事情学生中南也可以把他带去邀请你的朋友说：邀请你来教会看我打鼓。”很好啊，为什么不能看人家看你打鼓？要对自己有自信，做邀请的动作，学习去邀请。第四个，我们对仇敌要施予爱，学习宽恕，将爱带入冲突关系中。我觉得大部分的基督徒往往在冲突的关系里面都是避而远之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用爱，要去亲近那个关系破裂的地方，让冲突重新变成是一种祝福。你们觉得冲突的发生会不会成为祝福？会不会？会啦，在你愿不愿意你要不要去做了？我觉得每一次冲突当中，都是让我们去学习，看到到底问题点在哪里。只要我们知道问题点在哪里，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要怎么样去调整改变。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去调整改变，那个冲突它不会不见了。因为下一次当你遇到同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你还是没有能力解决啊。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人遇到问题、遇到冲突、遇到难题，一定有他的方法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把爱带进去。好，求主帮助我们，有赐给我们更大的力量。最后，我们在职场上要去见证爱，用神给我们的爱去做到生命应该有的诚信、忍耐跟体谅的态度，来展现神的爱。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爱中来得着祝福的心。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好改变我们的生命，作为神你所合用的器皿。主啊，恳求神赐给大桥教会每一个在聆听、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朋友，让我们一起在神你的话语里面，一起领受神你福音的道，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若有主的福音，有主救赎的恩典以及生命，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何等大的祝福。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的生命，在新的礼拜当中，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充足的力量，让我们在主你的引领当中、圣灵的保守带领当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叫我们的生命走在神你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求主你赐福你的教会，作为祷告的殿，作为传福音的地方，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将主的爱分享出去，从家庭里开始做起，从我们与人的关系开始做起。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
我们与人的关系都要因此而带来极大的改变跟祝福。谢谢你，愿主你赐福我们的教会，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日的11点到12点，我们一起同心，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你平安。好，我们还有一些短短的时间哈，牧师想要问，有没有问题？可以有